預設更換時間令日常用品嘅壽命變得好有限。例如係電視同雪櫃，佢哋遲早會壞。為求目的，生產商會靠兩種伎倆。第一種方法係引入技術問題。舉個例啊，而家嘅雪櫃只可以用10年，60年代嘅就可以用20年。第二種方法係不斷咁生產新型號，令到之前嘅型號過晒時。雖然咁對工業同經濟有利，但對環境就唔多好，因為咁樣做會消耗好多資源。正因為咁，喺過去30年之間，每年用到嘅原材料增長咗50%，同時廢物量亦上升。喺歐洲，我哋每年大概會抌20公斤唔可以回收，甚至係有毒嘅電器或者電子廢料。某啲國家已經有對策，主要係去強迫生產商延長產品嘅保養期。至於消費者，都可以主動啲，得閒學翻一招半式，試下維修啲壞咗嘅電器。落手落腳，爺爺嫲嫲就會讚你乖啫。今日嘅動科學系暫告一段落。